冇希望啊！冇見過飲涼茶，清熱解毒，涼口苦藥，慢慢浸佢，慢慢嘆佢啊！哇，好苦啊姨！我送阿叔茶去，他眼望下名字这个。说起广东，大家会想起食在顺德，但其实很多人不知道，顺德只是佛山的一个区而已。而佛山的美食呢，也不是只有網紅嘅順德。作為一個佛山街大嘅人，拍咗好多香港嘅 vlog，但係好似真係冇同大家拍過嚟自我家鄉嘅美食。所以今日呢條片做翻起就大家尋味佛山，屬於佛山呢兒子嘅味道。唔知道佛山人死去嘅記憶會唔會翻嚟呢？By the way，即將從外省來佛山的朋友們都想煮包黑的小電車 ，Go Go Go， 出發啦！每日前一起，傻傻講起，能去到下世紀，怎麼你俘虜這個心，卻炒身退隱不做親人，獨自負擔。頓頓嚟到咗佛山人心中嘅粥粉麵飯，粥家莊啊！1994年開業，比我年紀仲要大嘅。反正對於我嚟講，呢個就係天花板，細個成日食佢噶啦。你食過未啊？你竟然食你唔係我呢個佛山人。而家竟然冇咗我最愛嘅9蚊雞茶魚花生粥，嗌咗5樣嘢啊！廣東腸粉、魚滑腸、雲吞撈麵、皮蛋瘦肉粥、煎餃、油菜，食佢食佢。來，評價下。白話。死啦！嚟啊，廣東粉腸啊！但係講真，我係一個唔中意食粉腸嘅人。呢個應該係我人生第3次食粉腸，同大家試一啖啦。我想食粉腸會暈嘅，有暈有暈喎，真係接受到。看着電話中的信，聽着錄音的口訊，昨天的其實唔單止有粥家莊呢間粥粉麵飯，喺佛山仲有好多同款 level 嘅，好比如應記啊、大可以啊，仲有佛山人心中嘅豬肉湯、豬肉榮啊，真係冇粒啦。But anyway， 粥家莊係希利嘅至愛，大家可以試試佢，而且啲價錢咧都算良心物價。再下一站更精彩。就讓我用這幾分鐘記分你，現實中對的錯的不要提。現在你是34蚊5個糖水，今時今日邊度就可以做到咁樣嘅物價？對我愛你，無人認可這種愛，我悄悄帶你看，無人夜深。我同你講，你都一定要試佢豬腳薑，啲薑黑到成嚿炭咁樣，勁入味㗎。哇，好正！呢個幾多錢話？3蚊，離譜啊！哇，就係嗰啲羊城五羊傳統嘅味道，一模一樣。嗱，佛山糖水鋪據聞就有幫派嘅，順德咧就大良雙皮奶，南海桂城咧就小草，禪城咧就輝記同埋元綠啦。至於邊間係 No.1 咧，見仁見智啦。OK， 時間都差唔多啦，傍晚帶你哋佛山老派約會之必要啊 ！Let's go！哇！唔知喚醒到幾多佛山人拍拖約會嘅戀愛死去嘅回憶啊！開咗佛山20幾年嘅西餐廳，而家重新裝修靚到，為自己喺澳門啊！就喺細個我媽同我就拍拖嘅地方。哇！冇諗到而家重新裝修咗啊！但係都係嗰啲好 old school 嘅西餐廳味，高等版嘅 Salia。呢啲咪叫老派約會之必要咯。佢都收到幾兩下，wasabi 撈滿。哇！愛你啲形狀，最好食個沙律，可能食嘅真係情懷吧。買到依家嘢真係唔平㗎，我哋嗌咗3樣嘢，鱈魚扒450蚊一斤，230克，大家可以關注我食咗幾多錢嚇。呢首咩歌嚟㗎？丁香花係咪啊？喂，啲歌都好 old school 啊，家人們。
我啲年紀人係聽唔嚟啊，同你講。點解我知道？因為我媽嘅彩鈴係呢個丁生花，絕對係。Anyway， 好在佛山一個老牌約會餐廳咧，仲有好多，好比如佛山嘅旋宮餐廳啊、杯子紅啊。原本想帶你哋去旋宮餐廳嘅，但係可惜已經結業啦，所以揀咗萊茵格啦，亦都係阿希莉爹哋媽咪細個中意約會嘅地方啦。不知道家人們的爹哋媽咪年輕嘅時候都會在哪裡約會咧？339，家人們覺得如何啊？最後點可以唔嚟翻杯慢慢嘆佢結束今日咧？飲咗呢一碗，我哋就係兄弟。哇，走去。OK，廣東實力，我係人上人。跟住細個咧有件好賤格嘅事情就係死雞人哋啲陳皮，唔使錢咁吉一串翻屋企，再嚟翻個幾多錢嘅龜苓膏啊？秘製龜苓膏6蚊雞。嗰陣時細個咧，龜苓膏好好奇點解佢唔係黑色嘅，就係棕色嘅喎。佢話呢個用中藥去煲嘅，所以佢係冇龜嘅。6蚊雞想人哋點樣有龜法啊？龜幾錢一斤啊？就係咯，食開天堂啊佢。來，粉絲先吃，就係呢一種焦焦黏黏嘅感覺。俾咗啦，唔該。好客氣，走啦。好啦，以上就係尋味佛山人兒時的味道。其實講真，食嚟食去都差唔多。喺廣東邊度都可以揾到平替，究竟有咩特別啫？但係有冇諗過喺呢個時過境遷、網紅店一波又一波，長江後浪推前浪，前浪死喺沙灘上嘅年代，佢哋依然仲可以堅持做原始嘅菜單、街坊嘅生意，即使通貨膨脹，都堅守住多年實惠嘅價格，同埋一樣嘅味道。呢種初衷精神，何曾不是一種 respect 呢？而且啲老字號就好似屋企嘅長輩爺爺嫲嫲咁，見證住佛山人民嘅成長同埋長大，由希烈嘅小學、高中出國到出嚟做嘢，所以我諗佛山人心中嘅美食，食嘅可能係一種情懷吧。所以唔知道你想唔想嚟試下希烈兒時嘅味道呢？